嗱，我哋經常都話用粵語嚟讀唐詩宋詞呢，好有韻律感。咁大家又知唔知，其實喺民國時期啊，有唔少文人雅士都用呢個粵語嚟寫詩嘅噃。譬如話著名嘅革命家廖仲愷個阿哥廖恩濤呢，就寫過唔少啦。譬如呢一首寫秦始皇嘅荊軻客失距三雲，好在梁官有幫襯。野仔執翻條爛命，歸公害盡幾多人。監生點解嚟陪葬？臨死唔知仲拜神。萬里咁長城一座，後來翻鬼就當新聞。另外胡適先生呢，亦都曾經用粵語寫過詩嘅。譬如話呢一首題記黃花崗。黃花崗上自由神，手揸火把照乜人？咪話火把唔夠亮，睇佢嚇到大將軍。咁所以呢，大家咪以為淨係得黃霑叔先用粵語寫詩嚇，其實用粵語嚟寫作都好有傳統嘅。